脚步。一切拢总过去，我心搁来想你，爱你的心也一定袂记，一定无离。过去我真真正意用心对待你，你对我假情假意，我言甲卡意。如你伤一生的青春多一摆，我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用心对待你，你对我假情假意，我言甲卡意。如你伤一生的青春多一摆，我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是你要阮？哎呀，阮中计啊！对，你已经中计。哎呀，出！我这是什么物件啊？哎呦，我要倒地啊！哎呦！放心啦，你袂死。小叮当，你看清楚，我是谁？你是我的主人。真好，已经在我金算讲，从今以后，我就是你的主人，你爱听我的话。是。你等于赤脚就会先好你若听到主角说我的代志，迄就是咱的心，你的毒就发作，你随时爱甲我回复，知影无？是。这是讲分担。你甲接了，拄则发生的代志，你就拢无印象。来，小叮当，拄则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好，你这白混啊！互你骗安尼，互你实在吼，若讲出你是考互你的哈。真好。哎呀！来去啦！第三，什么代志？用小叮当的阿瑞行刑，然后甲伊拐开。是。阿照。是。赤头，你绝对是袂当，我会用小叮当的来对付你甲梁少安吼。什么人鬼鬼祟祟？小花金樱花参见着赛。林花，你唔好我监视梁少安，你走来这创啥？小花就是探听到梁少安甲金明珠今夜三更要去家乐救人，就来禀告。哦。小花，伊发生什么错？只好着赛要害我咧。我将你拍着伤，是要叫你去接近梁少安，得到伊的信任。我已经派警方去完成这项任务，你爱好好甲伊配合。原来着赛是爱小花用口用计，无唔对。小花实在无了解，啥那着赛，我甲因规个拢害死，等到要用遐侪心机咧。这你要过嘛？我奉着太师的命令来对付你，一切行动我自有安排，你只要乖乖听我的命令做代志，安尼恁大兄性命才保会着。是，小花知影，小花告退，
明珠，明珠啊，明珠，哎呀，明珠，你莫遐尼冲动，你听我解说啊。我袂听，有啥物代志，你倒去甲你苗栗讲就好啊。我袂听你解说啦。明珠，哎，我甲金家的姊妹是萍水相逢、患难的好朋友啊。萍水相逢，患难的好朋友。你拄则目睭痴迷，看袂出来啊？吼，但是啊，你就是为着这，伫咧甲我生气啊。你，哎呀，你是怎够苦的啦？明珠，你我相处是非底，夜情对你嘛破心白，等待真相查铁底，咱才有心嘛通成家。违心之言谁袂信？良间所见正是真。日久自然正人品，少安毋是贪花人啊，贪花人。哎呀，明珠，为着要解除你心中的疑问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你即马甲我倒转来去，你伫我的身躯边，一切你都看了会当了解。等一下啦，你敢知影？赤脚步因师徒即摆身处在危险之中，你爱我甲你转去，看你甲你苗栗当球说爱，我才无爱。赤脚步因师徒即马有危险，嘛是需要你帮忙啊。咱若咧讲起来，你敢肯缀我内底去救人？加入救人，这是一个下下之策。搁再讲，赤脚步伊即抓要去，伊嘛有讲啊，伊是有惊无险，而且即马搁离迄个秋决，还阁有一段时间。不如咱就静观归港啊，看是毋是像伊赤家婆所讲的安尼，会当平安无代志出来甲咱见面啊。但是我实在真担心赤脚婆，万一若是啥物所在送无出来，安尼大事就不妙。不如咱分开行，来监视管路的状况，以防万一。好，也若安尼，我来去监视家路，啊你倒转去客栈，甲金姑娘等我。一来，安尼你会当放心。你来嘛，安尼做嘛省掉人别人对我的误会啊！只要脚本若徛会在，我才无代志找代志来气家己咧。梁大哥，金姑娘，你请坐。我去管理摊咯，结果好发现。快点加油，快点加油！金姑娘，金姑娘，明珠，金姑娘，你伤势是安怎？有要紧啊无啊？唉，金姑娘实在真有福气哦，受伤还阁有人咧替伊担心嘛。明珠，人甲你讲生请的啦，我才袂遮尔无风度咧，黑白到遮，黑白到生气。是讲伊的伤势有要紧无啦？啊，伊的伤外表看起来并毋是十分的严重，但是有几落位的筋脉拢被封住。啊，不然呢，你运功来替疗伤。我，无要紧啊，救人要紧啊，紧去替运功。是你讲的哦。嘿啦。金凤姑娘，你哪我小妹的房间出来？你敢知影你小妹去逛街探路的时阵，煞来受伤啊？你我，金凤姑娘，你先莫入去。少年兄即摆咧替伊疗伤，你若害少年兄亏心，就会害伊走火入魔。奇怪，逛街内面哪有这款的歌曲？无可能。金凤姑娘，拄则。你是去倒位哈？我甲少年着急要找你，但是安怎找着找你无，就是要甲你讲你小妹受伤的代志啊。我嘛是去探听阮大兄的代志，煞叫我探听着另外一项代志。杨太师
令人砸线碗，要去庙宫找找，看有会当代替自玉的物件。线碗，那呢？即摆伫什么所在？啊，梁公主即摆就咧甲阮相媒疗伤，啊若无，我就愿带恁去找线碗。金凤姑娘，自玉线碗关系重大，你先带我来去找，好？你是搁咧想啥啦？去带我来去啊！啊，我看还是等梁公主甲阮相媒相疗养好，该参详一个较妥当啦。你相媒相，毋是一两工就会当医好，你先带我来去，才袂浪费时间。好，好啦，啊无，咱来去。莲珠，莲珠，啊那范杰心无看到一个人呀？杨大哥，杨高林，你精神啊？哎，睡去。你千万唔通去管个，因早就有准备啊。你是讲关爷发生什么代志？管个内底，杨太师派一个着手，伊武功非常的厉害，我根本就毋是伊的对手。哦，犹太师的手啊，竟然有迄种高手，也若安尼，迄个特殊是什么人？我毋知影，我也无熟悉伊啊。啊，毋过我知影这是一个陷阱。杨大哥，你千万毋通家己一人去，等我的伤好了，再甲阮阿姊做伙来去救人，好无？你答应我啦。好，也若安尼，我来去甲明珠讲，你来好好休养一下哈。唔爱啦，杨大哥，你莫离开啦，你坐伫遮陪我好无？也毋过杨大哥，我是为你好呢，我惊你走去冒险，好无？行啦，你伤啊袂好，你也好好养伤。好，无我莫走，我倒遮陪你，吼。真是嘞。我实在足无简单的，才会当互明珠相信我，伊袂搁再气我。也毋过即马，哎呀，天公伯啊，你著甲我斗3工，毋通互明珠看到，也若无，我这声著搁麻烦咯。等我叹口气，我的歌，紧倒转来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真个，就是这间破房。奇怪，哪一点仔动静都无？迄江湖小主伫咧做代志，就是遮奇怪。咱千万唔通来，才袂发生意外。四界看卖。啥叫你遮尔啊急？来人啊！来，李小姐。压落去，小心看手。是，先甲压落去。是。行上迄边，真歹安怎？阮大哥的。回禀李小姐，大小我即摆规日天牢中受到严密的监视。犹太师，你竟然用遮尔卑鄙的手段来对待阮兄妹啊！等我若找到自玉甲雪碗，我绝对要互你好看。小婷来，小婷来，来，来，紧点，紧吧，啊，不要，来，请阿无，你若确实无想要互你徒弟啊，加收几百桶尔，上介好吼，抗你讲出自玉雪碗去咯。伊要若知影自玉雪碗伫咧倒位咧？有人咪告啊，讲伊亲入皇宫偷走着自玉雪碗，啊你搁要替辩解哦？啊！有人密告，安尼真简单啊！你叫迄密告的人来甲我对质啊！哎，啊对着一个贼啊，敢就是要对质啦？赤卡无，啊怀疑恁两个人都已经要死的人啊，对无？讲出来啦，莫去阻碍着本官升官发财好机会。你想要升官？凭你的品行遐尔啊歹，你搁伫压榨阮遮的百姓，你还知影呢？你想要升官真简单，我送你一字，拦你啦！
哎呦，赤卡婆啊！本官无受动用一切酷刑，嘛要为你徒弟的口中逼出自虐爽的下落。你若唔出事哦，你甲试看卖咧哈！林家，哎呀，我较细，啊，你有要紧无啦？来有啦，伊若唔正看啦，伊会教我，因为咱你妹妹，你看甲我夹过，你开口甲我拍甲你好着，还要脚底嘛甲我拍着啦。我较细，你放心，事后一定我都甲你医，我用药甲你顾者吼。好啦。师傅啊，较早我来无感觉你对我这好，我感觉哦，你对我好好哦。我本来就无要收你做徒弟，啊，你都硬硬买，我嘛无法度。啊，我即摆已经收你做我的徒弟，啊，我唔听你，我是要听啥物啦？叮当自细就无亲人，孤单无依过树冬，袂输野狗，互人死过蛋，定定风景风暴我救人。总是运命心爱放，天公公平袂害人，只要认真有愿望，定当功名万里芳。我不爱啦，师傅。我爱搁甲你学功夫啦。啊，你是安怎样？你是怎听甲袂记哩？啊，你毋是足爱学我的功夫，啊，哪即马不爱学啊？毋是啦，我是感觉师傅，你对我遐尼好，我若功夫学会了后，你就袂互我住你的身躯边的，你一定会叫我家己出去。所以哦，两摆毋甘你，我不爱搁再和你离开啦。你哪会这样讲？你是真硬啊，敢若戆囡仔咧？天下间无不散的宴席，咱若搁较好，搁较久长，嘛是有一天爱分开啊。不是这样子啦，我知影讲师傅吼，你功夫足好的啊。我听人讲若功夫好，你也摆会做神仙对啊。啊，你若做神仙就有翅膀啊，啊，你有翅膀会去天顶。啊，迄个时阵哦，叮当要和你做伙，都无机会啊。我不要了。你实在足讲，无论怎样，总嘛是爱分开，你莫想到遐尔啊济啦。师傅啊，我是讲吼，是什么人甲咱逼过的哈？这件代志实在真复杂，为了追求说话，看来看去，一定甲追求说话脱不了关系。我想杨太师迄边一定是有甚物款的消息。自玉说话，那安尼，你是讲这样物件是伫咱这个所在是？是啊，你无伫的时阵哦，我有跋过卦，但是迄个卦象虽然是讲无真清楚，但是又显示讲为了追求说话，会风行个真大的风波。唉，小安咱妹子，即摆又搁无伫咱的身躯边，唉，实在足惨的。你会晓奇门遁甲，敢讲你无办法，互咱来离开是？你哪这样讲嘛？虽然是讲你似乎会晓精通这个奇门遁甲，也毋过我会推会算，嘛都爱照这个天意，袂用咧逆天啊！袂啦，师傅啊，袂要紧啦，我搁想较艰苦吼，会当伫这和你做伙，那我就足欢喜的啦。自玉说嘛，你到底是要搁惹偌大的风波呢？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转去，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杨公主，金姐，我拄则是去甲刘妹疗伤的。
我伤啊受伤，是伤势有要紧无？免烦恼，无啥物要紧啊。我拄则伫遮甲伊照顾，因为我煞无看到明珠，我只好要来去找伊。你要找真姑娘哦？是啊，阮两个昨暝伫遮咧照顾恁小妹家疗伤，哪会翻一个身煞无看到人？金姐，你怎啊才转来？是啊，我著去县衙，要探听阮大兄的消息，看伊是毋是真是遭受不幸。结果我发现一个秘密，什么秘密？杨太师派特使炸雪碗，要去庙中找找会当代替自强的物件。雪碗，甲自强。金姐，我看你著爱留落来照顾恁小妹，我先入来衙门来探听一转。袂用的，县衙步步拢是危机，我袂用互你去冒险。不如安尼啦，咱斗阵来去找真姑娘，叫伊倒转来照顾阮小妹，我才甲你斗阵来去县衙。魏英姐，人多颠倒的石头，我会形状。再讲，我希望讲你若看到明珠，你替我甲伊安搭一下，你毋通甲讲我去倒位，安尼就好。金姐，一切代志我会见机行事，我先顾是。梁公主，两好相争，绝对有好戏通好看。迄个秘书，伊无爱人去遐搅了，我著偏偏要甲你闹甲闹咧滚滚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远的故乡，你才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？路上天气真凉，你也家己加清爽，每天陪伴踮在你的身躯边。做女儿虽然不好，但是时常思念你。当我叹口一我的歌，紧倒转去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远的故乡，你才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